中共表示讲，昨个军演就是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，嘛是赖总统伫520上任了后，解放军发动的第二届伟大军演。甲2022年8月份，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，迄当时头一届的伟大军演比起来，昨个军演是愈瓦解咱台湾本岛。详细状况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要请职安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解破新闻，我是职安。先来看，咱继续来关心中国军演。中国为了反制总统赖清德新两国论，宣布联合内舰演习，要演练军机、军舰对四方八方围来台湾。这海陆空部队甲火箭军部队联合攻击。那统计这几年，中国针对咱台湾是有3届围大军演。咱来先来看倒手边这个图，先来是2022年8月初4甲初7，这佩洛西访台了后的中国军演，再来就是今年5月23、24，这中国联合利剑2024 A 的军演，再来就是昨个10月14，中国联合利剑2024 B 的军演，这演习是连续13点钟才宣告结束。也那这届军演上主要就是要来演练讲这战备精神，随时会当来转做开战。过来就是港口的封锁，要封锁咱台湾，讲会当阻止外界，包括着这美军甲日本的介入，嘛是第一届派出因的航空母舰辽宁号要驶来西太平洋，也就是台湾的东南部。头一届人的中国海警船嘛是来驶台湾甲驶透透驶一日，这专家就表示，这中国可能是要来试验讲这航空母舰辽宁号的开造敢是有效果，要来靠演习来改进战术。毋若是安尼，中国搁再发布2部影片来大宣传。大家先来看这曹燕影片，整个泰弹。这个弹内底，甲台湾是规个箍伫咧内底，有人就讲这内底可能有玄机。讲到这2025年的元旦，这习近平可能会阁有动作。再来是联合利剑的这主题曲《坐军舰去华东》，要来看咱的太平洋，看咱的七彩潭，搁中央山脉，看因中国美丽海。这2部影片尤其拢是对因的东部战区官方的微博网站出来，这是引起因国内真大的讨论。因为咱国防部是搁在批评中国，卖搁在制造军事压力，国军一定会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咱国家的主权。以上就是解破新闻，甲镜头交转去予主播。